单位人伫内面，点火。这波头代表你的意思，所在你就家己记。出世汉，我都无爸无母，拢是阿母甲我饲养甲大汉。 我会这么打拼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有孝阮阿母，可以过着好日子。你讲你敢听有？你知你安尼做，就等于杀死我的亲生老母同款。 知无？恩主，是你叫阮动手的呢。你若这么听话，后摆我来叫你去死，你就马上去死。 你甲我爸一个，我要摕你一条命来赔。
外口的落雨，火烧袂起来。搞错，望我再去进城，不管是死的，也是我，一定要搞对了。是。行。
翔，那安尼嘞？阿母，我应该你的新妇，从来甲你见面啦。阿辉，阿辉，阿辉，阿辉。我男已经死了，是不是你甲害死的？不是，是你，是你遐尼介意阿辉，所以阮阿母才会死。我杀人，已经杀到足忝的。你还记得？你毋好搁介意别人，你若搁加介意一个，我就会加杀一个。阿宝阿坤，阿宝阿坤，严主，真济啦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严主有啥物代志要吩咐，我起来听就好啊。我问你，我即摆上强的对手是啥物人？我唔敢讲，我惊严主会生气。你唔敢讲，我袂生气，我就直接互你死。严主上强的对手是陈辉，真好，还阁有啦，陈辉比严主较够带人，还阁有，陈辉嘛比严主较有查某囡仔缘。就亲像向南小姐，一直跋倒甲陈辉放袂记。我听你安尼讲，敢若我甲阿辉无法度比拼。我唔敢安尼想，啊，毋过怎外面人拢安尼讲？后摆若伫外面有听人安尼讲，你才较歹势。无什么呀，你若要安尼讲，哦，我拄来替你惊啊，心肝变梦叫。惊啥？若要人狗相加，就唔通惊狗。能够经营我房间的，一听就会内贼。全副顶顶下，都敢若你是新来，你的嫌疑上大。讲，唔免管是不是你偷的，你唔讲吼。讲，你若唔讲，我来甲你抬死。讲！哎，黑伊下就混过去，从爱用的，望马瓜咁要去头的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
了着啥物无？阿妹后事办了安怎？你敢有替我去甲伊念香？小姐，阿南找人甲我顾掉的，我根本就无法度出去。你传一寡物件来，我要伫咧遮甲阮拜一下。你两个来要创啥？你南毋是不做你2个礼拜？阿坤，你先跟我报告。是，大怎样？我是救小姐，你先出去。小姐，阿梦啊，你这样我看出出啦，你免伫个遐6月挂菜计有心。小姐，你明知阿南甲所有的锁拢换掉，你才摕这旧的锁匙，互我做人情。不要紧。我无怨叹，自细汉我就真介意你。虽然我知影我即马爱你袂着，但是我还是要救你。你予我的锁匙是假的，我予你的锁匙是真的。就亲像你对我一向拢是假的，但是我对你永远拢是真的。看伊安尼，我真正足袂放心。从透早到即马，拢无讲一句话，问嘛问袂伊，伊一定想要找人拼命。他说讲伊即摆若无想要找人拼命，伊就毋是真正勇士。大伙哦，好食大伙哦！哎，姑娘，食大伙啦！嘿，头家，甲顶面共款。哦，姑娘啊，哇，你逐工安尼来甲我交关哦，我嘛是做内行的啦。来，甲顶面共款，免费小菜。无咯，我若已经来甲你骗，这边哦，你一定爱收钱啦。哦，多谢多谢多谢啦。大伙哦，好食大伙哦。阿兄，我已经甲阿南去过面啦，啊，毋过伊无指引我，我想伊是要甲我当作钓鱼，引你出来。既然是安尼，我暂时就无危险，我决定留来继续找同伴做者。啊，毋过你的行动爱搁较细意的，为着你的安全，咱暂时莫见面。阿兄呀，你应该毋是来找我的吼？你即摆应该对我死心才对。你若是无对我死心，你是会搁去自杀。念在咱过去迄段情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甲你讲，感情就敢若毒药，毋是毒死家己，
就是毒死别人。感情无毒，是人的心有毒啦。我对一个人有情，并无毋对。我上大的错误，就是介意毋对人。你即马知影毋对，还会？你若是搁继续犯错，我是惊你会生不如死。你甲这个麦豆花是啥物关系？一个麦豆花会当带入这种的客子，伊的身份一定遮特殊。对我来讲，一个比你较有情、比你较善良的人，拢比你较特殊。你早若遮甲我讲话，可能我会加爱你一点点啊。你即马才甲我讲话，讲一寡我无爱听的，你会真艰苦。艰苦？你敢知影啥物叫做艰苦？当我决心无想要活的时阵，迄种心情上艰苦。当我跳到水底，我就开始后悔。为着你这种人，一点仔价值都无。即马我看到你，我感觉我家己足好笑。像你这款遮可怜的人，根本就无价值人去爱你，去恨你。我即马就甲你讲，啥物是价值？名声、权利、地位，凊彩来欠一项，我的人生就无啥物价值。既然你即马已经无爱我，嘛无恨我，我嘛无想要甲你讲较济，唔要挂你倒位。豆花转来啊豆。喂，你这薄蒸笼啊哈，你甲差不多的哦。这间房间是登记我的名呢，伊是我的人，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大司机坐你遮，你是要怎啊？甲我立处拖的哦。我叫做李人，唔管你什么身份，也是什么地位，伫感觉咱若是甲我做朋友，你会较好过。你若想要甲我安怎样，我惊做你会有命通来，无命通转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伫感觉咱若是甲我做朋友，你会较好过。你若想要甲我安怎样，我惊做你会有命通来，无命通转去。我足惊的哦，有命通来，无命通转去。我真正足惊的。有吧？毋是叫你倒出来等我，你是对来要创啥？我看到你查甫头出门，知影你想要创啥，我真正是袂放心。你着互我对你去好吗？变命是阮查甫人的代志，你甲厝的顾好就好啦。我一定会转来。阿辉，你若搁袂来，就毋是我单位的家后。
阿玲，看着我会惊死，知影通惊，后摆就较莫出门。你先出去。是。听讲你拢捌食饭，我专工传上顶的果粒酸茶来互你啉。为了这个酸仔茶，我伫长山暗杀一个县官，这个代志连阿辉嘛唔知。你会杀人，我一点嘛无意外。有一年福建可旱饥荒，所有的百姓半个米都无通落鼎，食野草，食观音头，食死真侪人。到后尾，大家去县衙找县官开官仓，甲官米分到百姓。县官若是私自开官仓，是会去皇帝抬头。百姓若无饭通食，会造反。这个县官唔敢骗皇帝，以骗百姓。伊讲伊家己自愿，甲所有百姓坐做伙，同齐摇旗饿倒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，在场的百姓，说一个拢枵死。这个县官全平安无代志，虽然甲所有百姓同款，拢无食饭，也不过，伊下骹手人，只有3顿，摕酸仔茶互伊啉。我伊无枵死，一个百姓伫要死的时阵，心肝头过伫乌了这个县官，讲伊是一个爱面的白母官。讲百姓，讲百姓。手，会叫人小姐，无我用给你保护，不要去。小戴，我来把这公园帮你过，太高。
伤心的歌。你歹代志做了有够多啊！今仔你死，死个足甘愿的。若是别人甲我刣，我会死个真甘愿；若是你要甲我刣，我会死个真怨叹。阿母老叫你害死，你有啥物好怨叹的？因为你无够恶，无够歹，无够凶，你是要摕啥物甲我比？我若是死伫你这款人的手头，我会感觉真无光彩。我今仔虽然要杀你，也毋过后世人，我同款希望你来做我的亲兄弟。有才调你就甲我刣，才来讲后出事的代志。我即马就目睭紧紧，我你安怎刣？阿兰，你今仔会变成甲安尼，阿母的心肝内对有亏欠。伊若真是要甲你当作是兄弟，以后路头路尾你若当着，你就爱较让伊，知无？传球也紧走。龙来，我把搞你。父爸，阿辉，你还记甲我阿爷讲，千万莫替我报仇。好啊，你莫搁讲啊！你莫讲啊！父爸，彩虹，唔管我阿某有我唔对，希望师傅都通保庇我。 互我会当做滚鱼一个原主，只要我若做原主，我一定将阿南碎尸万段，替师傅报仇。
大师兄，莫阁戆落啊啦！咱敢有迄个才能？讲啥咧讲啦？师傅会死，咱嘛有份呢，是要安怎报冤仇啦？做。连总，恁两个真好。拄则我带人去车病的时阵，是安怎你两个相甲无看啦？我无死，你感觉真失望？连总，你误会啊！拄则有人来报，讲交警出一寡代志，所以我来带阿公去处理。阿宝，我一直感觉你甲我这个人就当作三岁囡仔，是啥物人摕走锁匙放走凶人？摕着锁匙的人，不是我，就是你。你看，放走凶人的人，敢不是我？你看这个相，我老实跟你讲，我唔惊疼。伊仔日是安怎，我会当做原主，你无法度做原主，因为我敢死，你唔敢。英啊，我会好好想，你放走凶人这条罪。看我要安怎料理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英啊，我会好好想，你放走凶人这条罪，看我要安怎料理？什么呀？我今日听到伊咧讲话哦，卫生局拢会去加人孙。你啊，你是伫咧创啥？阿妹死啊！勇敢不爱你，连水莲都不爱插你，你足可怜的。后摆啊，拜对家己较好的，你知无？大姨，你现做用的？两办，有款清楚无？迄要记。即马是毋是伊无重要？另外，阁有一件阁较重要代志，你也替我去收尾。哎呀，我做两个官啊，只办钱的事情。挑麻烦的事情，唔好来亲爱的啦。好啊，我会用来卖找你啦。我今日病无翻，找你算钱。骗笑话！天，我无攞佢嚟打算。天意，我无拿幾錢，要請我所物嘅裝。因那公司副爸叫我抬死。你若是来找我一定讲住宿假。惨嘞惨嘞！佢迄个公主呢？佢迄不义慈禧，佢就出现绝对要跪倒的出来请来保元素。你敌无啊？啊！迄有人慈言表父，我太不了了，管我无去做。
也反反迄冲突，我个头脑要不皇天作替伊啊！你若惊去皇帝抬头，都先下手为强，赶紧派兵去对付遐白袍藩啊！以前邱太祖做严主的时间，就蛮多事情，也喊做严主，怎么还我人出师门？派兵不是不可以啊，派兵要快太前。这是正经，代志若办好势，还阁有后车。好啦。看到钱的分数，我就再放出一次了。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。